各位傳媒朋友，有關於宏福苑嘅5級火警，消防處喺今天嘅早上10點18分已經完成咗有關滅火救援同埋搜救嘅工作。喺今次行動裏邊，消防處總共出動咗391架次嘅消防車輛，185架次嘅救護車輛，一共出動咗2311名消防及救護人員。喺事件中有12名消防人員受傷，其中有一位同事而家仍然喺深切治療部，佢係有呢個熱衰竭嘅現象。另外，其他同事嘅受傷係包括咗一啲骨折或者係一啲吸入濃煙。另外，我哋有一位同事隸屬沙田消防局嘅隊員何偉豪，喺呢個行動裏邊英勇殉職。頭先局長都講到，我哋今次係面對好大嘅困難，主要就係有一啲樓梯或者一啲窗度，我哋發現咗一啲發泡膠，呢啲係非常之易燃嘅物品。當有火警發生時，佢哋蔓延得好快，而將呢啲火警蔓延到單位裏邊，從而令到同一時間多個單位喺唔同嘅樓宇着火，同一時間亦引致好多求助嘅個案。同時一方面要處理呢啲求助嘅個案，亦要必須將唔同單位嘅火警撲滅，一步一步咁去推進。至於頭先局長都有提到，喺網上有好多討論關於我哋嘅行動，我呢度一一作一個講解。有提及過點解我哋唔使用呢個直升機喺呢次行動裏邊。我必須要強調，如果用直升機喺呢個火警裏邊掟水彈，如果喺個樓宇嘅上空投擲水彈，啲水係唔會係不會係會落入個火場裏邊，只會淋咗去一個大廈嘅外圍，同個滅火行動係冇直接關係。第二，我哋要考慮嘅就係直升機駛近樓宇嘅時候呢，會有產生大量嘅空氣，會將個火警令到佢呢會更加蔓延得快，同埋更加大。另外有啲網民亦提到，點解我哋唔用一啲比較高嘅雲梯車？我必須喺度話俾大家聽，呢啲比較高，譬如講100米嘅雲梯車，佢要使用呢個雲梯嘅時候，可能大家都見到我哋用緊而家我哋56米嘅雲梯車，係需要喺行動時呢，喺佢嘅車嘅兩邊呢去落一個積嘅，個積係有個闊度，越高嘅雲梯車個地面嘅闊度就要越闊。我哋而家緊急車輛通道嘅要求係6米，而相對用啲100米嘅雲梯車個闊度係要10米。所以用呢啲雲梯車，香港大部分嘅道路都唔能夠使用嘅。第三方面就係點解唔用無人機滅火？大家可能喺一啲視頻度見過一啲無人機滅火嘅片段。喺呢方面，我哋同廣東省消防總隊都有好緊密嘅聯繫。無人機滅火而家喺消防總隊裏邊仍然係探索階段、試行階段。用呢啲無人機嘅時候，我哋要考慮嘅就係而家無人機嘅承載，可能你睇返啲片段都知道，無人機承載嘅滅火喉嘅直徑係遠遠比而家我哋消防車或者我哋消防喉嘅直徑為細。咁即係代表咗佢能夠去用嘅水嘅滅火係相對少。咁即係會引致你用無人機射水埋去一個，頭先我講到今次係好多單位着火嘅情況呢，並不是一個有效嘅做法。另一方面呢，亦有人提到嗰個火警鐘，呢幾座大廈嘅火警鐘冇響到。喺呢方面，我哋昨天已經派出咗我哋防火組專責隊伍
檢查咗8座大廈嘅消防系統嘅火警鐘，我哋發現咗佢係唔能夠有效咁操作。喺呢方面呢，我哋即將會採取執法行動。有關調查方面，我呢度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就係跨部門嘅調查專組已經成立咗，裏邊包括咗由消防處新界南總區助理處長帶領及新界南副消防處長做副主席，當中參與部門包括警務處、屋宇署、機電工程署、房屋署、勞工處同埋政府化驗所。佢哋好快就會展開相關嘅調查工作。佢哋調查嘅方向主要分開2方面。第一方面就係會調查火警嘅成因同埋火警蔓延得咁快嘅成因。第2方面就係個環境引致咁大量死傷。以下落嚟，我會交由消防處副處長行動去講解琴日喺呢個滅火救援行動當中遇到嘅困難，同埋成功能夠拯救到一個被困喺大廈裏邊嘅傷者。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咁我會交代消防處琴日至到今朝早嘅救援行動。喺呢段期間呢，我哋對7座大廈裏面嘅超過1800個單位嘅門進行咗爆破，繼而係進入呢啲單位裏面進行我哋嘅搜索行動，確保呢啲單位裏面冇被困嘅人士。喺呢段期間，有個別嘅單位出現咗翻燒嘅現象，令到我哋嘅搜救行動倍感困難。雖然係咁，我哋仍然成功喺琴晚嘅6點半左右，喺宏道閣裏面嘅16樓梯間，成功救出一名男性嘅傷者，而佢係清醒嘅。我嘅簡報到此為止。